关心，我那欢迎大家做伙来指导，做伙关心，做伙学习，做伙提倡目前事实上我那有担当，咱全国大家引导其他的所在、其他的管市做宣布。伫这边的文化营中间，咱我那有台北音乐团体讲，因要来看咱的，因讲因想要来看咱互相交换、互相学习，全国拢甲推动好去。我想用安尼，甲大家做报告，邀请大家做伙伫咱的文化园区，大家有意见，多谢咱的乐港国小李校长非常的认真，伊自早就旧年开始就伫要紧这个代志吼。咱甲咱的农业高中的校长，甲因这主任本一家嘛，伊互咱5万块，所以这个咱多谢。好，谢谢，感谢我们的周县长周委员，各位校长，各位主任老师，以及各位评审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们咱关怀关怀协会嘛福本教协会，会使讲非常的用心，尤其是咱周前县长对咱台湾这个语言伊拢非常的重视。这母语推动的这活动，我是感觉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我嘛非常的重视，我嘛非常的认同。所以委员伊之前伫伊的关怀电台有来我访问过。伊感觉伊文化我对这个台语这个母语这个推动，这个应该这个对象就是从咱幼儿园甲咱这个国小这个行业安尼从这个活动咱一直来推动落去，互咱代啦从会当捌咱这个母语所以我伫遮再次感谢咱周县长感谢周县长，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教职员的好弟弟。先补充一个本地咱县府今年有到赞助，伊讲因为咱无买决赛，所以用初赛，所以初赛奖金是1名、2名、3名是100、200、300、500安尼所以就是一种的，然后就是迄个优胜奖跟过优胜奖安尼，因为咱即马就无。各位好，来周县长。大家好，对，那个妹妹还在，加油！今年几个吗？对，1年，12年，中龄，1年。互恁的奖品加倍你知影？红包加倍这较认真的
赏哦吼。是的。而且那个比赛台比赛哦，有比赛啊，大家加油哦，吼。第六个咱红包拿红包哦，进去话，啊，咱先叫陈馆长，啊，咱这校长是咱六间国小吼，咱李校长吼，啊，大家加油哦吼，这个电视啊，我是六间店长李正安，啊，搁咱陈馆长周一桥，吼，周一桥陈馆长，啊，搁有咱这个六间国校的校长，和咱李校长，大家加油哦吼，这样高年级的嘛吼。咱的店长已经负担到咱的现场，因为伊较紧有活动，所以必须要先离开，先来甲大家比，而且要甲大家讲伊甲机会啦。所以咱今年收金，去年是初赛是无收金的，这边初赛有收金，但是少少。谢谢哈。感谢咱陈馆长，也是陈立伟吼，咱周青业吼，咱周馆长，咱在座所有家长，甲咱各小组吼，咱各小会分组，各位同学，大家好。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阿嬷。听伊婆讲，阮阿嬷少年时，一个水头仔仔，看研究有4个月出门，互我读册背笔单。这张是我倒地时，长蕊目睭大大蕊，有时面东西。长起喙齿翘鼻腰，是我3岁时阵，双手合齐齐，祈求礼物会当会较多，把小白发好吧，为咱把小白最错把错，最好把大儿子，我们照顾最错当咯，好啦，原来这种话，我被看完可能我好谢谢老板通啦，用节色在整个去看看嘛。这就是叫做蒙丁康，这条巷仔是走到 A， 所以古早人其实才会叫做蒙丁康。下港是一个佚佗的好所在，尤其是过年季节，大家心心来拜拜，就惊人来了。创业的过年太严，阮的故乡虽然无亲像台北遐尼繁华，可是讲生活少侪人工作，一个五线头各有味。泡水会冰冻，炸骨仔会过冻，当厝少侪旧人，相拍是多多。欢迎大家来这佚佗，带着快乐的心情。我的演讲到这结束，落力。2分50秒。我快乐月，落港之歌。我的演说到这多谢。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美丽台湾是咱的，来，大家进来看，哪有遮尔水的所在，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啊！几百年来，先人不断付出心血，努力是听到阿嬷讲到，1999年9日会去什么，发生规模7.3的大地震，即阵天咱的山崩啊！土骹变开咯，好遮济人的厝嘛倒啊！这时阵台湾大家真甘心，有钱出钱袂讲因为台湾是咱的，咱坐伫共一只船，当然嘛爱互相斗扶持，这就是爱当。鹿港有名叫做鹿仔港，是一个足朴实的小镇。阮常常听到一句。日落三艋仔，就是咧讲当时鹿港的环境水的美食较离谱。3月请妈祖，4月迎王爷，一铺解一铺来的变空客，成为鹿港的头仔，搁有司机坐鹿港。
年过节大家烧酒来，一心一意来打拼，做拼西西，你大家后摆绝对会过来。我的演讲讲到这，多谢大家。小草一直到上落尾啊，看场啊，读册啊，阿公绝对袂来时甲平淡。阮阿公是做事人，无论是啊通好修成的，咱还有通讲讲口短短白米饭通食咧。旧年阮阿公的田里种做一米，食无简单，我听着后非常欢喜，好开来。红红绿绿，香滚滚，芬芳美芬，
Q Q Q， 鼻头皮啊为准准，黄金鹅啊青青青，山西海产活跳跳，新港有名是蒜头。有山风有人欣喜，男女老幼乐安然，百姓朴实真打拼。企业成功占头名，下啊尾啊脚踏车，世界第一。关怀海力比赛就要开始咯，欢迎大家来参与。首先，咱先来小解评审老师，第一位是咱的本土作家，吼，是咱一个台语的作家，咱汤老师。还有。第二位是咱关怀老基金会吼，最重要的台语老师，伊嘛是伫咱学校，就是台语老师，伊嘛足侪创作的吼，就是咱杨丁老师。第三位吼，就是最近吼，你若看咱迄个台语文创作比赛吼，伊是得奖上济，指导学生上济，陈秀安陈老师。过来吼，有几件代志要交代吼，请大家配合咯吼，关静音吼，请大家爱保持安静啊吼，唔好讲话。第二，上台了后，五秒钟就要开始开喙。若是超过5秒钟无开喙，第6秒就开始计时，规定2分钟，前后30秒无扣1分。2分钟时间到，铃仔声会亮一声吼，就要请你落台，就要开电脑吼。请大家听候颁奖，活动结束之前吼，请到服务台交回吼，咱的会
家
咱年到已经23年吼，咱对一年吼50个吼，甲即摆吼已经吼11年，今年拢总有1000几个。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你看，对咱台语的意思，都是伫个台语生活化，同时嘛，互囡仔也是着团体生活。 好。
有办一个叫做趣味台语文化，就是要讲迄个台语学习的咱的习，台语文化台语以后会提高。主持人，同事，各位鹿港地区的亲情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小朋友拢真认真，老师嘛真认真，但是咧，咱比赛无一定爱去注重讲得奖还是无得奖，基本上咧，即届会出现就是种学习，所以伫咧学习过程内底，我伫遮要讲几种你看到一寡感觉。第一种咱知影，演讲比赛咱幼儿园必须要表演，表演内底上解互人注意的就是语言，所以老师啦、家长要注意。虽然咱小朋友咧讲话臭音带，但是咧，你咧选的语言应该爱注意着讲，讲出来是不清楚。所以咧，希望讲各位希望讲各位做老师也好，做家长也好，咱要选择咱的课，爱去注意，讲什么迄个物件，这是适合咱的囡仔来讲。就第一个就是妈妈伊是开介绍了吧，介绍了内底，伊第一段就讲自细汉爱出门拄好用着我的歌，我是安尼想啊，自细汉爱出门找像我咱若看到一个物件，这个用我是希望讲，你个表现一个图啊，你个图啊，你个对比的是用语言来写，用描写，用语言去描写。所以这个物件咱要看，你写好的时候，咱爱有怎么创，有创的时候。就是你表现就是讲，你有多见。
Chao.
哦，那个可以，这囝谁啊？就有创精神哦，还发挥创意，有的乐都来做起来。你几点来？我做对啦。对，我太怪伊个面对啦，但是我歌啊，还是我较较做了出来，啊，还是囝囡仔吼无学工课，啊，毋才叫伊个运作啦，歌啊就无来已经。哦。
为大家拢讲啊真好，讲啊真好，要甲即个台语讲好足无简单嘞，就爱写稿，老师嘛你真认真教，咱主要就是讲要甲这台语推动落去，因为咱龙岗的台语嘛是真水，真有文化，所以咱主要就是讲要甲推广，即个囡仔、老师搁家长拢会使讲把即个台语搁甲伊弘扬起来，所以阮真欢喜会使来办即个活动，嘛希望讲后摆龙岗搁来办即个台语比赛时阵，大家搁较侪人来参加，安尼好无好？好，多谢多谢，好。蒋中儒秘书。拢做下步来拖，不然安尼，咱是咱小
来互人对无？迄个吼，迄个是真好的球，互咱鹿港的，所以以上要互咱第一名的，都会当摕到一个迄个球哦。啊，咱若是幼儿小组，就是规组摕到安尼，所以着小小，啊，咱去看着咱的台面架，咱的玻璃管，伊互咱每一个小朋友有一支一笔印象山，对不对？有无？拍一个互我，拍一个互我，甲因多谢者，甲因多谢者。而且咱嘛爱多谢王培理，咱的立法委员，伊嘛甲咱送退休的水伫后壁，互咱大家有喙干有开气哦。所以这个就是有咱的政府，有咱的首长有关心，民意代表也关心，学校校长、老师大家关心，有家长关心，咱的小朋友来努力，对社会各界共同的支持。咱相信咱家己的母亲一定按顾好，啊，大家报告，今年拢总有12区，除了小学幼儿以外，还佫有初中、高中，咱以后嘛希望会当通全国普遍，就是用安尼做咱共同的努力，咱大家互相用感谢心，共同用咱家己要紧，咱的价值做伙来推动，多谢，咱也多谢这志愿工作人员，咱的各地的老师主任，咱也多谢咱的影响的工作人员，咱大家拍鼓啊，互相拍鼓啊，互相多谢大家，多谢咱的校长，多谢咱的另外的农民工作的校长，我咱多谢鹿港区所有的校长啊，所有的大家，咱还佫看到一个鹿港区的民政科的科长，大家起来，我甲你拍鼓啊，啊，这鹿港的非常的用心，咱特别多谢大家的谢谢。各位评判老师，各位贵宾，各位小朋友、甲家长，大家午安，大家好。这当时就讲，家长甲小朋友咧，都在咱谈笑，所以讲较短。第一点咧，甲各位报告的是讲，第一，我袂记哩咱的台语，我会记哩我30年前咧做公务员的时阵，拄在第一服务的时阵，我感觉我讲语到台语。到底咧，啊，开说明会比较一半，同时讲讲，太多你这个少年家，你莫搁讲台语啊，你讲台语讲到我用咧去破病，你从我就开始练台语，几大年咧，你话各位有经验一寡垃圾哦，莫看迄个8点档的物件吼，啊垃圾哦，我电视台的垃圾哦，真好听，台语嘛真准哦。而且嘛，甲各位报告，咱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化，爱家己来保守。政府即摆咧送一个新住民、原住民的文化的保育，但是咱家己的台语、咱家己的语言、咱家己的文化、咱家己的历史，爱大家小朋友甲今仔日真有心来参加这个题目，拢是真重视咱的台语文化，啊嘛足配合各位的。希望今仔日拢容易大家着大奖，啊，个政府者嘛代表为民公馆长甲各位报告吼，规个活动馆长这边拢做847万4000块的费用，嘛希望各位拢会容易日后参加完美的比赛，等伊会记你处理的时阵，较是个尽量用台语去沟通。多谢各位，谢谢。咱各位校长，咱各位语文老师，还有我们各位校长、各位小朋友，各位地方，这个工作就可以说这个题目好，那有定定有关的以外才出现。咱定定嘛，定定这些业务干比赛，那我们什么表示嘛，那我们这个题目对的。那我们考试老师要目前做的话，有一些安排。而且嘛，刚才咱示范咱们各位有些老师，个校长来这个。
可以跳